婚林的古坑办活动，甲华山六堡入菜办桌，同时甲这个花蕊的水融入去日常生活当中。游客和茶会老师林秀玲讨论家己的作品，老师就耐心指导。这是古坑华山休闲产业促进会为着活化在地商圈，举办华山六堡茶会课。用我们这边特有的植物，然后呢去还有这个竹子啊，去插一盆我们可以放在餐桌上面的花。老师说明，这摆配合华山六堡在地餐桌主题，伊特别找德工啊来做回去。那这一次跟华山这边的来配合呢，就希望说在我们的六堡餐的餐桌上面有加入生活的美学。华山六堡就是嘉宾香菇、必笋仔、地米和烤地油。这边活动主要提供六堡的特色餐点，嘛推出在地文化课，希望带动商圈人气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